欢喜在地新闻继续来看，家己的太保有一间叫做青雄绿蛙的科技农业公司，过去捌来下大愿，讲要做蔬果界的台积电，结果讲第二代的经营者，一个姓李的负责人，无讲安怎，常常就失去着联络，公司嘛来跳票，而且员工4月份的薪水嘛无发予人。有地方的人士来透露讲，这负责人一家伙啊！ 顶礼拜六就去做这个核酸的检测，所以来拜一囡仔嘛无去学校，讲真有可能因为财务出状况，已经走出国路。公司铁门拍开，不过内底无人伫咧做事。高级关太保市的这间青雄绿蛙科技农业公司，第二代经营者姓卢的负责人，捌讲过要互公司变做菜色果子界台积电，即马却传出财务危机。 他们融资大吗？报表1、2亿吧。银行派人来清点，冒厂商赶来赶回。唔知昨看到新闻，才较紧走来安尼。姓卢的负责人顶礼拜人就无伫咧，地方人士讲，规九早已经出国啊。内底个人有联络头家，敢联络个着？62个员工恐惊面对失业，投主管拢希望头家会当面对即卖危机。 那我们也希望说，这间公司收掉其实真的很可惜，因为我们愿意相信老板，请老板就是不要再让我们失望这样。高级关青雄绿蛙科技农业公司本来是青雄合作社、青雄农场，为了企业化变做公司，一年赚超过6亿，想到即马却传出公司跳票欠员工薪水。 高级关府劳清处已经辅导员工申请劳资争议调解，含工资代偿申请。不过员工上希望头家会当出面解决，互公司会当继续营运落去。